快来见过钱二公子。哈，在下秦朗。哦，原来是你。两位客官，楼上请。来，请。好嘞。我敬你一杯。那日多亏秦公子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情急之下，任何人都会出手相救的，何足挂齿。秦公子果然有侠士豪情的气派。苏南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只管说。苏公子实在是太客气了。表小姐回去之后，可有大碍？表小姐，这是何意？哦，无碍，无碍，害了风寒，早已痊愈。哦，哎，你们还没有正式见过吧？啊，后来也有书面之约。哦，已经见过了。表小姐曾经和我交谈过几次，不得不说，宰相府的两位小姐都是国色天香的佳人呐，一位品貌端庄，一位聪明伶俐。秦公子，过奖了。表小姐，她的身世我听说过一二，虽有不幸，但是能得到丞相大人和夫人以及几位兄长的关爱，也实属大幸啊。这个秦公子开口闭口都是表小姐，莫不是太中意表姐？前有娄轩，后有秦朗，表姐今年真是红鸾星动啊！我们家表姐的确是亭亭玉立，蕙质兰心。前几天，娄家堡少堡主还特意上门提亲了。提亲？再加上秦公子和妹妹的婚事，我们苏府可算是双喜临门呐！啊，秦公子，怎么了，表小姐？今早小姐的窗子又开着。你什么时辰过去的？某时。你昨天晚上确定把窗子关好了？自从前几次发现窗子开着，被您说了之后，奴婢一直都很小心，确定昨晚窗子是关着的。奴婢后来还检查过一次。冉冉怎么样？她醒了吗？小姐还睡着呢。等她醒了之后，你再去房间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丢东西。是。可是，真的不用跟老爷和夫人禀告一下吗？不用了，我自有主张。是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冉冉，冉冉，表姐，
我刚睡不久。冉冉，你别睡了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，表姐？刚才你的屋里有其他人吗？其他人？谁啊？好吧，好吧，你先睡吧，明天再说。一回可以说是看错，但是不可能次次那么凑巧。可是会是谁呢？我这样骗人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不对不对，怎么是我骗他呢？是他自己误会的呀，不关我的事。我应该不用内疚吧？可是骗人总归是不对的呀。哎，我该怎么办？小姐，玉峰公子来了。啊，九师兄来啦！人呢？人呢？我当小师妹已经忘了九师兄了呢，原来还记得九师兄啊，没白疼你。九师兄，小师妹可想死你了。九师兄不来见你的话，是不是以后打算都不见九师兄了呀？怎么可能啊！你是不知道，我娘亲现在对我管得可严了，连大门都不让我出。要不是你来找我，你都见不着我了。是吗？难怪啊，我进来的时候可花了不少心思呢。你不会是又……你别多想啊，我现在哪儿还钻得进狗洞啊？那你怎么进来的？师妹，坐下来，师兄慢慢跟你讲。我呀，一直在门口，就那么等候着呀，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啊等。突然，你五哥出现了，然后啊，我就悄悄跟着他，biu biu biu biu的就进来了。那我五哥他们没有为难你啊？我也觉得奇怪呢，你五哥这次怎么会让我过来看你呢？好甜哦。来，再吃一个。那你也这个。好好好。妹妹，妹妹，岳老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七哥，九师兄上次来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吧？那也不行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太乙山的人怎么都这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啊？不是我说你呀，你们太乙山的人怎么都那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离我妹妹远点，免得我妹妹被你带坏了。我是小师妹正经八百的师兄，凭什么让我离她远一点啊？嘿，我真就服了，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臭不要脸的人。你让开，妹妹，你过来。你干嘛呀？我今天非要跟你好好理论理论。理论就理论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她是我妹，不是你妹，别老往这儿跑。我是他师兄，她是我师妹，我怎么就不能来看她了？你真了不起啊！你怎么还能说打人呢？我就要打人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师姐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啊去！只打了一个喷嚏，看来是小师妹在念叨我。我要不要下山去看看她？你醒了？桌上的药喝了吗？喝了。你看，你的衣服我亲自洗了，所以你不用怕，没有人知道你在我这儿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你呀真是客套，哪像我那个小师妹啊，吃我的喝我的，从来不知道说谢谢。你知道吗？人与人之间，无需说谢谢的，才是真正的亲近之人。你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有青菜，有鱼，有毛豆，还有虾什么的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有亲近之人。那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来做你的亲近之人。
叶青天。走，我们回去。表小姐，请。多谢。撤！撤！三表哥，你这是在责备我，欺骗你吗？表妹，从书房回来，你好像就变了一个人。原来你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表妹。停！来，坐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刚才过去的那个是人吗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呆子。三哥只有发怒的时候才这样吧？看来表姐这一句三表哥，对他伤害挺大的。之前他们表哥表妹叫的，连我都起鸡皮疙瘩。现在倒好，表姐说翻脸就翻脸。那也是三哥的错，一根木头，你们能跟木头玩得起来吗？老七啊，看来你要做的嫁衣，可不止妹妹这一件了。哎，不，我可不敢给表姐做嫁衣，要不然那个呆子会杀了我的。哟，大人，里边请。哟，大人您来啦！大人，快请里边坐。不必了。近半个月内，你店是否有西域打扮的女子入住？西域的打扮，西域打扮。哎，小三儿，你也想想。哦，好。西域打扮，掌柜的，咱们这儿最近没有这样的客人。是啊，大人，这个好像还真没有。那多谢了。大人慢走啊！大人慢走啊！好的。面具，看一下。刚出锅的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面具。面具看一下。哟，姑娘，看一下面具吧。买一个吧，多好看啊！面具。瞧一瞧，看一看面具。你们几个跟我走，其他人去那边。是。京城西长街万去不成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没找到。掌柜的，您帮我看一下，这怎么走？
姑娘，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啊，有点远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要不你先在我这儿住下，等明儿一早再赶路。这么远啊？是有点远，是有点远。我是担心啊，你要是现在继续赶路的话，恐怕到时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看你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一个小姑娘，不安全，不安全呐。那个掌柜的，您还是给我指路吧，您这儿我可住不起。没事儿，没关系，你一定是初来乍到吧？要不我给你打个折，打个折。不，算了，我还是算了吧，我先走了啊，谢谢。姑娘，听我说呀。站住，姑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为什么？我要问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呀？哎，你们放开我！不知道娄公子找九半灵芝，是想要武功精进，还是想要永葆青春？救人。救人？三哥，你真的不知道表姐去哪儿了？不可能啊！你们之前不都是一起出门、一起练琴、一起散步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惹表姐不高兴啦？三哥，你不会是做了对不起表姐的事情了吧？哎呀，不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三哥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这种事他做不出来的。难道是表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三哥的事了？哎呀，不对，也是不可能的呀。你表姐答应婚事了。谁？谁答应婚事了？答应谁婚事了？表姐。傻瓜，我的小傻瓜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许忘了我。以前守护你的人是他，以后守护你的人
只能是我。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青丝鬓染白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。